我哋火箭黨嘅龍頭老大陸兆福同志，我哋本區嘅候選人何永華同志，仲有幾位佢哋嘅同志 YB， 包括已經係退休咗嘅 YB， 大家沉香嘅朋友，晚上好。我今日好高興同我好兄弟山雞，大家識唔識個山雞啊？山雞一齊同我做直播，因為今晚有1000人嘅山雞呢度一直播，可能有成萬人睇嘅。我哋喺 JB 喺佐科，我哋同個小妹妹一齊幫手去演講，我哋講個禮拜喺網上有320萬人睇，所以好勁啊，好勁啊！今晚你冇睇少佢沉香1000人咋，所以我同大家約法3章。第一，如果佢想今晚睇我講顏口、講粗口，冇機會㗎，我已經串死性咗。我歡迎大家監督我。如果我講一句粗口俾佢捉到，我就捐100蚊俾何永華做競選基金，好嘛？約法3章啊，呢個第一章啊。第二章，我一陣講嘅嘢咧，呢度講，出邊散。你冇呢度講呢度散啦，呢度講呢度散，做鬼都唔贏1000人啫嘛，係嘛？呢度講，出邊散，得唔得？好，第3個約法3章就係聽咗我演講，如果覺得唔錯嘅，唔該你打電話叫你嘅朋友，叫你嘅親戚，叫佢細路仔喺吉隆坡做工嘅，喺便拎做工嘅，喺新加坡又好，邊度都好，冚唪唥急急在外投票，得唔得？好啊，呢3個條件都重要噶，你唔好答應我過後做唔到啊！ OK 冇？開始啦嚇！好啦，正話咁多候選人講嘅嘢，我唔重複，一啲都唔重複。我今日講新嘅嘢。Andy、Uncle，你信唔信命啊？你信不信命？Andy、Uncle有去信過命，有去算過命嘅，唔該拍手。算過命啊，好多啊！就算冇錢算命嘅，都會睇下今日嘅啲咩啊？生肖好唔好啊？今年嘅生肖好唔好啊？屬狗嘅好唔好啊？屬羊嘅好唔好啊？或者睇下咩啊？睇下啲報紙有冇登今日嘅星座？你出街會唔會撲街啊？會唔會遇到靚女啊？係咪啊？貴堂人做生意要睇風水，有啲人去胡公山要求籤，仲有如果係信鬼佬嘅，仲會睇嗰啲水晶球或者塔羅牌。嗱，兄弟。各位Uncle Auntie，我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：點解佢哋嘅人要算命呢？你有冇睇過狗算命啊？如果屋企養嘅貓會唔會算命啊？點解佢要算命呢？你唔好講話佢信咩宗教都好啊，鬼佬都要睇塔羅牌㗎。點解人要算命？今晚我同大家分析，唔講政治㗎，我今日講好深嘅嘢，不過係講得好好笑啊！人點解要算命？就因為佢哋對明天有好多變數冇把握，同唔同意啊？如果我知道聽日我開到中100萬，我使乜鬼算命？我知我聽日發達咯。如果我知道聽日出街會死噶，我今晚聽咗邱光遠講過後，我都冇乜心機啊，係嘛？所以人就係對明天、對未來有好多不確定嘅因素，因此人先至去算命，同唔同意？同意啊！歸人一生人，我當你從0歲一直到80歲，人有兩件事咧，係佢冇辦法把握嘅。聽好啊！一就係生，二就係死。佢想投胎喺邊度出嚟，你決定到嘅冇？我細個問我媽：阿媽，我點嚟㗎？哦，你阿爸作經喺個石洞捉你翻嚟喎。我媽梗係唔會講我邊度捐出嚟㗎。大香港先知道噶嘛？Auntie Uncle佢從邊度捐出嚟㗎？佢自己可以決定麼？我要揀姓李嘅，我揀姓陸嘅，我揀姓何嘅，得唔得啊？我揀唐人嗰度捐出嚟，或者我揀馬人嗰度捐出嚟，我揀喺馬來亞捐出嚟，或者我新加坡捐出嚟，或者我喺中國捐出嚟，或者台灣捐出嚟，或者我捐出嚟有慈姑定，或者捐出嚟我冇慈姑定，你可以決定麼？
決定唔到嘅，咩宗教都回答唔到個問題嘅。所以我讀到博士都思考一個人類嘅問題，點解人類要算命？佢選擇喺馬來西亞芙蓉沉香出世，同佢選擇喺伊拉克打緊仗出世，佢選擇喺中國出世，喺鄧小平時代出世，或者習近平時代出世，你可以選擇嘛？佢選擇唔到噶。你喺毛澤東嘅時代出世，仲慘啊！大家一窮二白啊！睇到冇？人係冇辦法揀擇自己喺邊度出世。我就算當你係芙蓉出世，你選擇係男人或者女人，你選擇出嚟排第一、第二或者做阿姐做阿妹，佢都控制唔到嘅。再嚟死亡，我講個好現實嘅問題啊！我係一個歷史學博士，代你思考一個問題：人幾時死？你決定到冇？可能我翻高洪波中間就冇咗，我點知啊？我幾時死？好多嘅唐人咒人，咁多人死又唔見佢死，係咪啊？你啊不得好死，啱唔啱啊？佢話最中意咁樣咒人咯。所以我哋幾時死、點樣死、點解死，都冇辦法把握嘅。你可以把握係咩嘢嘅？我今晚就用30分鐘同你講清楚。出生把握唔到，死把握唔到，不過零歲我當佢有80歲，呢中間嘅人生你可以把握嘅。所以佢算命，我今日就同大家算馬來西亞民主政治呢條命，然後呢條命喺入邊可以扮演咩角色？有啲人講我認命啊，佢哋人口又唔夠多，硬哥你就算冇妻司機咁風流，佢都一夫一妻啊嘛。其他民族可以一夫四妻噶嘛，係嘛？咩民主？民主係計人頭啊嘛，革命係斬人頭啊嘛。民主計人頭點樣計都計唔過人哋咯。所以我哋紅色呢度一定唔夠藍色同青色加埋一齊唔夠人多噶。咁選舉咩選舉啊？一人一票喎。我邱光耀讀到博士一票，冇讀書嘅係一票，我揸漢丹嘅一票，佢飛舞都係一票，啱唔啱啊？你男人一票，女人都一票，大家人人一票平等噶。好噶，嚟到選舉嘅時候啊，如果計人頭會夠人夠多，計人頭會夠人 power 麼？人頭多過你噶嘛？你咁把炮，陸兆福都一票啫嘛，做部長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喺人生之中，如果嚟到選擇嘅時候，你就要醒目啲。我今晚教嘅就係醒目仔嘅方法。如果蠢咧，你永遠鬥唔過人噶。所以你聽好佢啊！我今日講嘅嘢唔會太露骨，我費事有啲友貼咗我過後咧，又去嗰啲幫我下低放嗰啲馬來話含唔準嘅，然後聽日馬打就上門啦，咦哦咦哦咦哦。所以依家講得好溫柔嘅，冇晒粗口，講少少笑話，最重要係講人生大道理。所以乜嘢叫自由？咁我同大家講嗰啲政治教育啊，乜嘢叫自由？自由就係有得揀，3個字講晒，講副話好精簡。有得揀就有自由，冇得揀就冇自由。如果我講我有自由戀愛、自由婚姻，因為佢同邊個拍拖，佢自己有得揀啊嘛。如果俾一個細蚊雞同一個大肥婆，除非佢哋真係真心相戀啦，青梅竹馬啦，好 lucky 啊，睇到金晒堂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指腹為婚啊，你就溝佢啦，去就溝嗰條嘅話，嗰條嫁俾你噶。咁人生拍拖都冇咩樂趣嘅，因為冇咗戀愛自由同婚姻自由，啱唔啱啊？仲有咩自由啊？教育自由，你要去華中讀啊，或者獨中讀啊，或者國中讀啊，你做家長嘅都要可以選擇。如果冇咗呢個選擇咧，再嚟你又着長褲噶，我着短褲噶，唔着褲唔得啦，出街啦嚇。所以着咩褲都係服裝自由。佢係睇咩戲咧？睇周星馳，正話講食神啊！我中意睇賭神得咩？係嘛？不過如果我要睇演唱會咧，有啲州唔得噶。大家知我講邊個啊？畫公仔唔使畫得搶啊，係嘛？有啲則係可以嘅，有啲藝人係去新加坡，唔係馬來西亞。點解馬來西亞開演唱會嘅自由條件好窄？所以你要明白咯。
我哋呢度紅色嘅支持者喺呢片國土裏邊，佢哋面對乜嘢？唔係面對冇自由，係面對越嚟越少自由，因為選擇嘅權利越嚟越少。嗱，人多蝦人少，一人一票。而家你仲有得揀，你選舉仲可以投一票，你自己躺平，放棄唔投票。我唔係好中意安華，安華一條友係咪？成日喺 Facebook 嗰度中降頭，安華唔好，有種嘢。本嚟覺得安華唔錯，一中降頭講安華唔好啊！佢哋黃家和睇幾靚仔啊！黃家和爭取獨中，攞統籌，爭馬大，仲係得中文系啫，有中降頭。佢講咁多都比唔上喺 Facebook 中降頭，所以我嘅工作咧就係解降頭，俾你知道佢哋紅色嘅喺度咧，有乜嘢自由係要佢哋繼續爭取，仲要繼續不斷擴大嘅。你睇行動黨領袖院講，好多一個字眼咧，不斷都重複嘅，叫做確保啊！佢哋要確保乜嘢？確保咩啊？係咪啊？確保，確保。點解要確保講咁多次你聽呢？因為你唔知聽日會變成咩噶嘛。就好似我講咯，生同死確保唔到，中間個80年你可以確保你有自由做選擇。你做父母嘅，佢帶一個未來嘅細翻嚟，你可唔可以決定講啊？我就係呢個，唔可以呢個。以前可以噶，而家個自由都加翻個女噶。你可以做咩啊？幫手睇下。啊！呢條友唔錯，有做工嘅。啊，嗰條友做大義工嘅，千祈唔好搞笑啊！啊，嗰條友可以 KK mark 嘅，啊，嗰條可以 KK 完翻嚟嘅，有冇搞笑噶？兩種唔同噶嚇。所以自由喺我哋呢個社會係好重要。比如講，我而家有言論自由，我可以講廣府話，同大家呢度發表演講。如果我哋將沉香搬咗去扎格達，印尼嘅華人仲可唔可以識講華語啊？好少好少啊！印尼華人可唔可以講到我啲港式 TVB 廣府話？風貌領袖，大家都係唐人，點解唔得？因為佢哋嗰度曾經軍政府獨裁政權，比馬來西亞仲獨裁，嗰啲根鏟晒咗。華文小學冇咗，神廟擺個大篤公，佢連寫個簽啊出嚟都用印尼文寫，唔係中文寫，何其可悲！馬來西亞依家嗰題守住啊！我哋嘅民主唔係進攻噶，我哋係 defensive 守住嘅。咁依家大家一齊同我哋行動黨紅色嘅一齊守，唐人守唔夠噶，咁啊人口我哋少噶嘛，22%，我哋仲要靠咩啊？開明嘅馬來人一齊守，開明嘅印度同胞一齊守，開明嘅領袖安華、麥沙布同埋我哋嘅 Menteri Besar Amin一齊守。如果冇咗佢哋咧，佢哋做鬼都唔贏啊！有咩事佢哋幫手，佢哋擋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哋俾開明嘅馬來人一個熱烈嘅掌聲，拍大聲啲，俾山雞睇到，我哋喺直播，俾人人知道，我哋支持安華，我哋支持佢哋嘅 Menteri Besar。我正話咯，咩到自由？有得揀就有自由。所以我哋為咗我哋呢一代，為咗我哋下一代，為咗我哋屋企有18歲嘅年輕人公民有得揀。而家我哋有俾佢 lay down the foundation， 我哋要奠下一啲基礎，俾佢哋嘅選擇越嚟越多，唔係選擇越嚟越少。簡單㗎，Auntie Uncle，我相信你冇色盲，你邊個色盲啊？你邊個今日着藍衫未啊？有邊個底褲着青色㗎？冇啊！我相信大家好似咁樣，佢硬硬布鞋硬啊，着紅色㗎，因為你冇色盲，你冇色盲，你知道應該點樣揀？對家係咩啊？青出於藍啊！呢個成語明白嘛？青出於藍，佢哋青色同藍色係不吉嘅。以前馬來西亞政治好簡單，我簡單講啊，都係顏色㗎。我哋行動黨紅色，佢哋巫統藍色，回教黨，Auntie你對自己冇咩信心啊？色盲啊？回教黨係青色㗎，青色同藍色以前係亞灣啊，青色同藍色亞灣，
佢哋紅色就有機會頂住。而家青色同藍色交溫，佢哋係聽冚旗，因為人數唔夠多，開明嘅買人又少，中咗降頭嘅嗰啲人，經常就講佢哋嘅民族，講佢哋嘅宗教。佢哋華人有冇用宗教嚟講政治㗎？在座有邊個信佛教嘅投行動黨？有邊個信道教嘅？胡公山拜神嘅投行動黨？冇㗎嘛。佢哋咩宗教信仰、咩膚色、咩背景，佢哋都冚唪唥希望佢支持我哋民主㗎嘛，啱唔啱啊？不過對方唔係㗎，對家係搞種族主義，對家係搞神權政治。大家應該識得，我唔可以講名㗎。不過一條友嘅名咧，喺馬來西亞用中文翻譯唔係好準嘅。厄貓，知唔知邊個啊？阿克瑪，阿克瑪係中文報紙用中文翻譯嘅，好斯文㗎。香港嘅叫阿茂，阿茂整餅冇嗰樣整嗰樣嘅阿茂，呢條粉腸阿茂，哈哈爸爸，係咪啊？種族主義興風作浪，佢睇到都火滾。以前我講粗口就睇到都火 L 滾，依家冇咗個 L 字，睇到都火滾，係咪啊？火遮眼，報仇嘅時候到㗎，幾時啊？8月1號，點報仇啊？學特朗普嗰啲話開槍殺佢啊，謀殺啊，唔得，佢哋和平鬥爭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佢哋唯一報仇嘅機會就係咩？就嗰張票，一人一票。我今日講嘅最重要嘅第一關解降頭嘅就係咩啊？改變不靠機關槍，改變只靠投票箱。有啲國家改變係好慘噶，好坎坷噶。你睇烏克蘭，你睇伊朗，你睇維尼瑞拉，呢啲幾個國家係大家近來報紙啊、電台都聽到嘅。佢哋人民要抗爭、要改變，冇投票嘅，用槍甚至係飛彈。佢哋呢度咧，冇人死人咁嘔，冇放炸彈，無人機係嗰去拍，唔係拍阿婆偷睇阿婆沖涼啊！無人機係拍胡公山，話幾咁靚。喺其他國家，無人機係可以放導彈嘅，所以我哋要珍惜馬來西亞個和平。不過嗰班阿茅咧，好地地唔得噶喎，經常要玩嘢喎，係嘛？嗱，嗰啲甚間好地地招商引資，有錢剩，有福利派，唔得噶喎，係要玩嘢喎，挨呢把打嗰把，啱尾插你刀懟你嗰個友，呢班友真係嗱，呢班友就係咁樣青出於藍噶嘛，佢哋紅色幾經常俾人暗算噶嘛，不過俾人暗算我點啊？有啲人就係馬華嗰班友嘅認命啊，佢哋華人係咁噶，認命啊，我唔叫佢認命噶，我係同佢算咗命過後，我叫佢知命，佢知道嘅命數係乜嘢。馬來西亞紅色嘅支持者，佢哋喺馬來西亞嘅土地知命，不過唔好認命。佢哋唯一鬥爭嘅方法就係抗命，中文叫抗命。點樣抗命啊？同佢死過啊？學美國班友暗殺特朗普啊？唔得，嗰就係 peaceful struggle，嗰就係和平鬥爭，唯一抗命嘅手段就係嗰張票，你冇其他嘢噶。你連嗰張票都唔用嘅話，Andy，你真係做鬼都唔命啊！你以後就會使到你同埋你嘅下一代喺呢片土地入邊，你去抗命都冇機會，你就認命啊！因為你嘅自由越嚟越少，你嘅自由就係選擇少咗。而家你仲可以睇多啲演唱會，你下一代嘅鬼佬入嚟開唱歌啊，嗰個吉他都唔得啊！如果係嗰啲神權國家，你有睇鬼佬啊？以前買吉隻身未使，可唔可以去伊朗開演唱會啊？得唔得啊？你譬如買吉隻身唔想去啊？不過神權國家係唔得噶，啱唔啱啊？所以你唔好俾到馬來西亞變咗神權國家。神權國家嗰條友叫下啲嘅，係嘛？佢講咩啊？我哋有權選擇，我哋有權管治嘅非穆斯林嘅衣着，唔係我講啊，佢自己講噶，啱唔啱啊？我哋去報警嘅啫，調馬達調查睇有冇煽動啊。所以你睇，佢未做中央政府啊，佢就吉蘭丹4個州啫，佢都可以規定幾時閂門，幾時唔可以登台，幾時着咩短褲長褲，幾時哇大佬，
去定義，就使到你嘅自由選擇越嚟越少。所以紅色呢度呢，係要爭取更多自由，青出於藍呢，係要約束你嘅自由。你呢代嘅自由會越嚟越少，如果佢唔出嚟抗命；有呢代嘅自由會越嚟越窄，如果佢唔選擇作反。而佢作反嘅手段就係得嗰張票。我講多一次啊，改變不靠機關槍，改變只靠投票箱。有啲人講啊，既然講投票箱，啲人咁少，點樣投都唔夠佢咯。就好似佢哋阿陸兆福去到地底降真啦。如果喺嗰度夾埋藍色同埋青色嘅票夾埋，嗰隻紅色嘅得40幾巴先。坦白講，做鬼都唔贏啊 ！Anthony 去減喺手嗰度危險區。如果佢做個澳帶，佢可以咪走噶？佢可以走噶嘛？佢翻嚟芙蓉下低嘅揾個何浩啊，何英話：你第一次啊，你去嗰度磨練啦，去跌啲檔食下黑加扣肉4年啦，食開個係贏嘅好嘢噶，輸嘅冇辦法個冇變。福建話講冇病，即係叫佢認命啊，靚仔嘅去嗰度磨練啦。我做澳帶嘅翻嚟呢度啊，沉香嘅我陸兆福贏啊！嗱咁呢啲澳帶嘅，你又千祈唔好跟，係嘛？你睇香港古惑仔黑社會做大佬嘅兄弟，同我上，咁咪一齊上咯。兄弟你上先，我啱你病梳下。咁呢啲澳帶你跟嘅，你正仆街啦，啱唔啱啊？陸兆福講我上，最危險噶我去。嗱呢啲係做澳帶啦，啱唔啱啊？俾佢哋陸兆福一個鼓勵嘅掌聲。所以我講嘅第一句就係咩啊？改變不靠機關槍，改變只靠投票箱。第二句呢，人口少，人口少做鬼都唔贏，所以更加要團結。改變不靠生 BB 啊！如果佢生 BB，我同佢死過，我知道我人唔夠多，我翻去同我老婆做多幾次，生幾隻嚟，係嘛？一個 BB 0歲養到18歲，馬來西亞要20萬，香港要300萬港紙。500萬港紙，馬來西亞20萬。你翻屋企做得幾多個？做一打出嚟啊？football啊，打 World Cup啊？你一個老婆可以做幾多個？唔實際，靠生 BB 出生率來保障我們的權益，唔係好實際。不過如果你同你兩公婆肯嘅話，冇計啦，我都唔肯啊！我咁優秀啲嘢，讀到博士咁醒目，我老婆 Facebook 睇我老婆樣啊，好靚女下噶。我老婆喺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之花，哲學係聰明過歷史係噶，我都冇生，人哋以為我唔得。我以前嘅老細單手機亂戰，佢話俾包藥粉我，江瑤試一試啊，我係溝溝，夜晚好骨噶。我講老細多謝佢啊，我係有力冇心啫，唔係有心冇力啊。啱啱啲嗰啲有力骨骨嘅，仲骨過妻司機嘅，嗰啲生幾多個？生幾多個？你生開夠唔多冇？所以我第二個要同大家講嘅就係改變不靠 BB 出生率。改變要靠什麼？衝高投票率啊！聽到啊？改變不靠 BB 出生率，改變要靠衝高投票率。你嘅票要集中，大家一齊出嚟投俾姓陸嘅喺跌啲降，喺呢度投俾姓邊個啊？姓何噶，冇投錯對家，你冇識盲啊，係嘛？朝頭早要確保咩啊？8月1號要咩啊？Bangun pagi, gosok gigi, minum kopi, makan roti。出門之前pakai IC， 你唔好忘記冇帶 IC， 唔好傻 Q 咗佢係嘛？然後 jangan kaki， bagaimana？ pergi undi， 得唔得啊？得唔得啊？如果你得嘅話咧，唔單止何永華有救，陸兆福佢有救，Menteri Besar佢自己做翻。如果你出門，你可以忘記麥根嗰啲，甚至可以冇面咁個 B， 不過一定要把握 IC， 冇投錯票，
頭嗰個仔8月1號一天都光晒，好唔好啊？一天都光晒，好唔好啊？大家同我嗌一天都，好重要啊！再嚟，有啲人講：哎呀，我中咗降頭，佢自己唔知中降頭喎。有邊個自己中降頭講知道啊？師傅，你唔該救下我啊！我中降頭啊！中降頭嗰條友啊，係一定俾人夾去嗰度睇啲師傅啊！今日我同你講，馬來西亞最大嘅降頭喺 Facebook 係咩啊？講安華唔得，安華做嘢唔掂。嗱，我今日同你講啊，安華得唔得？我即刻用5分鐘可以幫你解降頭。如果有中降頭嘅，唔該舉手。呢度冇正常啊！你哋中咩降頭啊？我今日同你解啊，Auntie Uncle，攞你左手出嚟，左手有邊個冇手嘅？攞個手揞住自己嘅良心，唔好揞錯個黏啊，揞良心啊！個心喺左邊，我冇揞度，揞良心啊！我講一句，你講一句啊，講3次啊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大聲啲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最尾一句大聲啲啊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更何況一個家，更何況一個國家，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更何況一個國家，呢個叫團結政府，嗰度有17個兄弟，安華就係當家，阿乜扎希係二當家，郭兆福係贏得最多國會議席嘅大仔，安華要管17個家，17個仔，Auntie Uncle，你摸住良心，就我一句摸住良心，你摸摸個肚，摸摸個有，你摸摸個黏，摸個良心，自己問，你屋企有唔有啲細路特別乖嘅，特別聰明嘅，不過有啲係特別快嘅，特別曳嘅，有唔有啊？一定有啊！我屋企最曳個就係我啊，係嘛？梗係嘅，Auntie Uncle，你摸住良心，我俾幾個例子你，你自己睇睇屋企有唔有啊？Uncle，你唔好以為我冇講嘅嘢，你偷偷走去腳底按摩，唔俾你老婆知有唔有？錢多啲啊，腳底按摩，錢少啲啊，腳底按摩，有唔有啊？Auntie你唔好笑啊！Auntie你有唔有偷偷地攞去買萬字錶啊？煮餸嘅飯打斧頭攞去買萬字錶啊？有嘅。講完Auntie Uncle，你個仔有唔有一個特別扮拉讀書攞獎學金唔使你煩嘅？有一個讀書特別蠢嘅，科科都紅字，翻嚟又見家長嘅。有唔有一個女特別乖讀書扮拉，然後又生得靚，好多人追？有一個咧就同人出門，俾人摸身摸細摸大個肚哥，翻嚟喊苦喊骨嘅。有唔有啊？有唔有你個仔好扮拉，去新加坡做工程師賺星幣嘅？有個仔仲好嘢，飛去緬甸做 KK 員嘅。你自己知噶，啱唔啱啊？你自己知噶。我講冇啊，我屋企冚唪唥都扮拉噶，我屋企嘅仔仔女女冚唪唥都扮拉噶。不過你同你嘅家婆唔啱，有唔有啊？婆媳之間每個屋企都有問題噶。冇啊，我同我家婆好好噶，我個仔啊好靚仔，大學畢業做醫生啊，不過係同性戀。唉，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何況馬來西亞呢個團結政府呢個家有17個兄弟，4條線，Barisan Nasional 一條線，Pakatan Harapan一條線，沙巴 GPS 一條線，沙拉越 GRS 一條線，仲有幾個嗰啲獨立人士，咁複雜嘅一個家庭成員，係得到阿江嘅祝福，叫做成立團結政府。團結啊！阿江叫佢哋團結啊，唔係分裂嘅政府啊。所以佢哋 DAB 就係呢個家庭裏邊嘅大仔，最扮拉讀書，成績最好，最勤力，冇偷阿媽嘅荷包錢，冇偷睇隔離阿婆沖涼，冇生眼挑針。不過呢個仔嘅經常俾人打，其中有一啲
兄弟姊妹讀書唔合格嘅，考試捉貓嘅，捉到個咧打個 Anthony， 正仆街 Anthony 冇睇住個仔，冇睇住個細仔，點解俾佢偷雞嘅？大佬，佢大哥考第一名噶，嗰條出貓，佢打 Anthony， 個廁所咁瓦渣嘅，冇洗廁所嘅，個大七嘅仔冇用，講明佢洗噶嘛，打邊個？打個尼克明，成個廁所部長咁嘅人樣，嗰啲又中打，係嘛？依家有個兄弟喺沙拉越嘅，佢嚟到佢哋東馬，嚟到佢哋西馬搞咩啊？搞音樂潑水節，唔錯啊，搞得好噶。哇！嗰啲巫統嗰啲啊，就喺度講啊，人哋潑水嘅，佢哋又潑火，係嘛？搞到成個節目咧，哇！好似去示威咁啊，使到馬來西亞佢日夜受到影響啊。然後攞 Anthony 嚟出氣，打個大仔，個大仔掂冇同佢哋出氣。大佬個大七，個大五個仔沙拉屈個肥仔搞噶嘛，咁俾個肥仔搞嘅，冇爭人功勞噶嘛，係嘛？人哋潑水咁興，佢哋班潑火，潑開火嗰就打呢個面，一打陸兆福，呢啲冇良心。即係我哋要摸住嗰啲，唔係摸住個良心。我哋要摸咗學我講啊嘛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更何況一個國家，啱唔啱啊？所以要睇佢又安華辛苦啊嘛，做個大當家啊，個當家裏邊有其他唔同顏色嘅，嗰班友，我哋呢度食齋嘅，有啲食肉嘅，佢又食錢嘅，我唔係講命啊！60年食慣錢嘅，係嘛？就好似一個老人家60年吸毒噶，你叫佢即刻同我哋一齊，1 more 2 more，搬兵打泰拳，沖冷水涼，走10公里，佢2個禮拜拉柴。佢哋食慣錢噶，我哋能夠話咩啊？從此過後啊，唔可以再食錢啊！我哋裝晒大光燈啊，喺屋企嗰度阿媽櫃桶嗰度冚唪唥有放 CCTV 啊，邊個食錢就捉到啊！仆街嚇，改變噶嘛，戒變慢慢嚟噶嘛。你1個禮拜2個禮拜捉嗰條兒當家，即刻去戒毒，佢會死噶嘛。阿剛講大家要團結政府啊嘛，啱唔啱啊？所以你睇安華其實好扮拉噶，不過都好煩惱。咁咪經常俾嗰啲仔仔女女啊做啲唔三唔四嘅嘢入晒去數。安華招生引資，為國家賺好多錢。佢哋嘅馬幣強，佢哋嘅 passport 周圍唔使簽證，佢哋嘅投資率高，喺好多 AI， 咩叫 AI 啊 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英文識唔識啊 ？AI 就係人工智能啊！即係比電腦更加好嘅，冚唪唥要講算力喺嗰啲 data center。我哋有個 AI 嘅首相 Anwar Ibrahim， 所以識得搞 AI， 啱唔啱啊？你揾對家嗰啲英文都唔識嘅，做鬼都唔靚啊！嗰班友，人係班倒田，佢哋班倒面，倒咩有啊？連嗰啲自來水都係免費免我飲噶，你敢選佢喎？你芙蓉沉香。敢唔敢選開佢哋做政府？開水喉又免費咪嗰個135咪嗰個24個人嗲啊！你自己選咯，你自己選嘅自己負責咯。所以我講咩自由咧？自由就簡單3個字，有得揀。所以而家佢哋有得揀，不過有啲嘢冇其他外國咁自由就冇得揀，或者佢越少揀嘅選擇。佢哋而家8月1號。就係用紅色嘅票嚟擋住佢青出於藍嗰班友，因為嗰班友 short 㗎，嗰班友中意食錢，嗰班友中意咩啊？嗱，啲人跟我教過英文啊，呢度好多直播年輕人一定知㗎。PUA 咩叫 PUA 啊？PUA 就係情緒勒索嚟。佢哋中華民族都有好多。我唔講其他民族啊，費事啱又我又佢講翻佢自己中華民族啊。佢中華民族以前有一個人叫做孫中山，革命未成功嘅時候，佢哋冚唪唥都笑囂啊，笑佢咩啊？孫大炮，就好似而家佢哋笑尼克明喎，尼大炮。孫中山係醫生嚟㗎，香港大學嘅醫學系嘅高材生，然後去 Honolulu 讀書㗎。
一個醫生手術都唔攞把硬刀出嚟革命喎。點解啊？迫於無奈，因為清朝太過腐敗。孫中山係講進步嘅，好似佢哋咁咯 ，progressive。佢哋推翻清朝咧，要建立中華民國，佢自己都唔可以做皇帝、做總統嘅啫。不過有一班神棍咧，中華民族啊，唔好講其他民族啊。中華民族嘅神棍咧，有一個叫姓洪嘅，知唔知啊？有冇讀歷史啊？洪秀全，冇聽過啊？搞咩啊？太平天國，有冇聽過？長毛啊，嗰班友係太平天國裝神弄鬼，急急於個令，關羽過上身，同清朝打，同洋鬼子打，又開槍砰，刀槍不入，屎忽窿入，一樣死嘅啫。啱啊！我學功夫人啊，我詠春空手道，最近打泰拳，我都研究嗰啲班友神打係咪真㗎？假嘅。我同你講啊，神打啊，刀可以劈，因為硬氣功，唔可以拖，拖都死㗎。棍可以扳，唔可以篤，因為篤氣門咧係會中內傷啊。所以嗰班友神功護體，鬼佬用同佢扮啊！啊鬼佬講嗌瞓低啊！大家埋睇埋緊，叔伯兄弟個用心口碎大石，鬼佬一槍就打 Q 死佢。呢啲叫咩啊？鬼佬就 modernisation 摩登政治。我哋中華民族咧嗰班神棍嘅義和團啊，神功護體啊，九宮真人上身啊，刀槍不入鐵斧啊，冚唪唥呃神騙鬼。所以如果一個國家你遇到孫中山，國家就進步；你遇到嗰班反清復明，反咗清，行翻轉頭復明朝。孫中山係反清，行前邊中華民國。所以歷史不做回頭，就咁講。孫中山係有摩登思維嘅，嗰班綠色嘅係冇呢種噶，佢哋嘅政治係開倒車噶，係咪啊？叫你唔好用 Google 啊，唔好用 WhatsApp 啊，呢啲係鬼佬發明啊，以色列發明啊，呢啲就反動政治啊 ，reactionary 英文叫，就開時代倒車。就同中華民族嗰班神功護體咁神棍一樣啊！所以佢哋要相信紅色。孫中山革命過後就中華民國，過後就毛澤東革命，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今日有習近平，中國欣欣相融。如果中國變咗伊朗呢？中國變咗阿富汗呢？中國變咗委內瑞拉呢？我今日同大家講啊！馬來西亞有兩個特徵好似兩個國家啊，最近打緊仗啊。一個係委內瑞拉，佢都有石油；一個就係拜神嘅伊朗，都有石油。呢兩個國家同馬來西亞特徵好似，不過兩個國家嘅命運完全唔同。委內瑞拉俾特朗普派 CIA 捉 Q 嘅總統添，係咪啊？搞到家不為家，國不為國，通貨膨脹400幾巴仙。咩叫400幾巴仙啊？今日賣嘢1毫子，聽日40蚊咯，400幾巴仙啊！伊朗同美國而家仲打緊仗，遇到個 short 嘅特朗普、特尼普，日日都打仗，到依家仲係打仗。有石油又點啫？冇科學啊嘛！有石油點咩？工業落後啊嘛！有石油點咩？馬來西亞唔同，馬來西亞有安華，有石油，識英文。現代化眼光，三大民族仲係包容，不過我哋忍多啲啫，係咪啊？多數國家都係咩啊？大多數民族包容少數民族，我哋呢度調轉嚟嘅，少數民族要容忍去大多數民族，係咪調轉嚟㗎？你睇中國嗰啲漢族考試嘅，佢入大學啊，佢要考好高分嘅。不過如果係藏族啊、羌族啊、西藏人啊、新疆人啊，你入北京大學分數可以低啲嘅，因為我哋漢族學霸多，我哋驚漢族靠分數咧贏晒佢哋，我哋呢度唔係噶，調轉過嚟噶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嗰條忍，嗰條紅色嘅支持者忍咗60年，佢叫你笨蛋鬥，
大佬，呢度有邊個係紅登記嘅？你可能着紅衫、紅褲、紅底褲嘅藍登記㗎係嘛？你麥卡有邊個紅登記？冇㗎嘛，佢第幾代啊？我第三代。呢度有冇第四代嘅？硬哥你第一代、第二代。你個第四代啊？哇！硬哥嘅好嘢嘅嚇你92歲嘅阿爺宋朝嚟㗎，好嘢。我第三代，你哋有邊個第二代有喎？大家多數係第三代係嘛？佢仲俾人叫笨打燈，交稅最多係我哋，最勤力係我哋，享受福利最少係我哋都容忍啊、包容啊，啱唔啱啊？點解？佢哋冇變越南嘅華僑嘅？佢哋點解冇變泰國華僑嘅？佢哋點解冇變印尼華僑嘅？佢哋冇變菲律賓華僑嘅？因為佢哋以前嘅人口比例仲多，大家仲係托賴以前係英殖民地做政府。英殖民地走嘅時候咧，俾開上下兩院俾佢哋選舉，俾佢哋文官制度，俾佢哋識英文有全世界觀。印尼咧係荷蘭，荷蘭一走嚟留低軍隊，荷蘭冇英國咁 gentleman， 知唔知咩叫 gentleman 啊？中文叫尖頭鰻，一個鰻魚啊，尖個頭啊。所以英國人硬衰都好，佢留低係尖頭鰻。讀英國翻書，去英國倫敦留學，翻嚟做律師，大家仲可以和平選舉，冇有陸軍控制，好似泰國有軍隊，印尼有陸軍控制晒。聽日我掃平嘅就掃平嘅。馬來西亞以前有咩啊？勞工黨，過後有行動黨，鬥爭60年到今日，使到今日你仲可以聽邱光耀喺度吹水。印尼得唔得啊？有冇啊？鏟到平，所以你冇得選就冇自由。馬來西亞還嘅自由，我做一個歷史學者，我講你聽，會越嚟越窄。嗰班友上台上得越快，我哋嘅自由度收縮就越嚟越快。如果我哋紅潮依家仲喺 expand， 頂得住，確保我哋嘅投票冇放棄，確保安華仲可以做首相，確保Menteri Besar仲可以企得硬，確保麥沙布呢啲開明嘅馬人仲繼續又鬥智鬥落去。嗱，我今日同你講一個假説啊，假說。如果8月1號我哋紅色嘅冚旗，馬六甲選冚旗，沙拉越選再冚旗，你哋有冇睇過啲打麻雀嗰啲骨牌啊？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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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華一樣冚旗。由嗰班阿茂整餅喺度上嚟，係嘛？綠色嘅上嚟，藍色嘅上嚟，繼續食錢，國家繼續民族分化，政治就會唔穩定，因為佢哋冚旗曬過後咧，結果就係佢消滅咗紅色，佢藍色同青色就會繼續打，同唔同意啊？佢而家咪消滅佢哋嗎？佢哋咪百吉上嚟打佢哋咯。佢又唔爭係唔投票嘛？佢哋俾人消滅咗，紅色喺馬來西亞冚旗，佢哋藍色同青色就會打，佢哋一打就會競爭，邊個比邊個強硬，邊個比邊個極端，邊個比邊個保守，佢哋紅色嘅支持者就變咗代罪羔羊。你刪我一間華小啊，我刪你2間；你刪我2間，我懟你5間。因為佢哋要獲得佢哋嘅支持者興奮啊嘛，覺得佢哋民族英雄、宗教英雄啊，咪犧牲咗其他紅色支持者嘅文化遺產，犧牲咗多元種族，犧牲咗佢哋享受聽演唱會，犧牲咗硬多嘅着短褲，犧牲咗 unisex， 一定一步步嚟㗎。我敢講係一步步嘅規律嚟㗎。全世界聯合上嚟懟冧我哋，佢就兩邊自己互懟啊！呢個國家就變咗日日懟、天天懟、晚晚懟，你喊都冇眼淚，你日日都係陳百強，眼淚在心裏流，明唔明啊？明白就掌聲表示你明啊！Auntie Uncle，我今日講得好沉重，我好多嘢唔敢講得太直接，因為我擔心我個手機大5架又俾人充公。今日一綁佢哋又
twist 我又醫我。我媽同我老婆驚到死啊！我媽同我老婆講：你都退休噶，你俾人對你嚟衝喎，你退休咪退休啊！屋企俾佢養隻貓玩下，唔好咁夾波啊！我嘅人生就係夾波，因為我係讀歷史學嘅，我讀歷史學家，我知道呢個國家嘅命運，我哋嘅同胞越嚟越少。人口越嚟越丁零，又加上一啲18歲，就算我俾你免費登記做選民，以前要登記噶嘛，係嘛？依家免費做選民，自動做選民，佢又談片，唔愛奮鬥，冇得救噶！我哋呢個民族，我真係坦白講，我冇生仔，我最多喺地球咪活多20年。我今年56歲，76歲，我未飛去其他外星。你唔同喎。你有子子孫孫嘅喎，我係讀歷史系博士，我同你講人類發展嘅規矩長啲，就希望好簡單，45分鐘俾你明白個道理。有自由就有得揀。呢個國家如果要 modernisation， 要現代化，要摩登化，就係自由度越嚟越大，唔係越嚟越收縮。同胞們，我希望你明白，呢度講，嗰頭散。呢度講出邊散，點解？因為知識就好似肥料，知識如肥料，散播才有用。聽明嗎？知識如肥料，散播才有用。佢哋大家種喺降頭，個頭就好實，周圍都睇到降頭，日日睇到安華唔順眼，日日要打陸兆福，日日要懟呢個面。嗰明明考第一名都要俾人懟，因為佢哋摸錯個鏈，冇摸到良心。所以今日我同你講嘅嘢，每一句都係出自我肺腑之言。佢哋希望8月1號堂堂正正用翻你公民手中，唔係笨打單，用佢手中公民嘅一票，帶埋佢仔仔女、叔伯兄弟、姨媽姑姐。你睇個硬哥大5代都喺度坐喺度聽我演講，俾個掌聲硬哥啊！硬哥多謝你啊，多謝你啊！我哋一定要出嚟為我哋自己，為我哋嘅子孫儲備未來更加多得揀嘅自由。如果冇咗自由，呢個地方唔可以住人噶，係咪啊？我而家放你去伊朗嘅住啊，係咪？你唔愛你日日打仗，日日都民族衝突，你唔愛咁嘅國家噶。你愛嘅國家係咩啊？我哋愛嘅國家好簡單，我兩句講晒就係香港 TVB 講嘅。我哋要一家人齊齊整整，有翻餐安樂茶飯，係咪啊？佢唐人求咩啊？一家人齊齊整整，有翻餐安樂茶飯。8月1號食咗安樂嘅早餐，一家人齊齊整整去投票箱嗰度。投票個學校投紅色，如果你有色盲，就最好冇出街；如果冇色盲，就一定要同佢哋一家人齊齊整整出去投一個未來，自由嘅未來，有一餐安樂茶飯嘅未來，有一個咩啊？開明安華主政嘅馬來西亞，開明一個 Menteri Besar 主政嘅新美蘭州。我哋能夠招商引資、創造盈餘，有咗錢就可以派福利。點解咁簡單？8個字講晒：還政於民。還政於民就民主化個，就會還富於民，財富嘅富。如果獨裁國家嗰班有冚唪唥隻家嘅食晒，然後佢國家就破產，邊度有錢攀福利啊？所以你唔好講點解Menteri Besar俾200，一直俾到300，由呢個1000，嗰個1000，就係因為我哋廉潔冇食錢，銀行大把錢，然後我哋分俾大家，與民共享。呢個就係新美蘭州騰飛嘅原因。明白嘅唔該掌聲表示明白。最後我要同廣東話講最尾5分鐘。
有一個姓刁嘅，知我講邊個啊？佢個名都好嘅，刁奸產。我人一世物一世，我有兩個朋友都姓刁嘅，一個女仔嘅，好斯文嘅，喺咪佢出見呢做記者。另外一個做生意嘅，大過我。佢尋日打電話俾我，佢講 Superman， 我聽講嘅原來幾十蚊間院講，我係啊，佢幫我姓刁啊出翻啖氣。佢係姓刁嘅，出咗呢個仆街，姓刁呢個啊，你幫我喺隻阿媽刁佢，成刁手嘅刁啊，唔係粗口啊，你唔好講我咁粗口啊。我講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噶，我以前得啫，依家我轉死性，我冇講粗口啫。我同我老婆好斯文啊，講揾樣揾喺屋企啊。如果係噶，一定要刁佢先得噶。嗰條友啊，真係刁晒佢哋姓刁嘅人嘅面啊！你唔刁佢都唔得啊！我拗晒頭，我講呢條友好難刁啊！有咩難啫？你都講佢廢柴噶嘛？廢柴中文叫咩啊？小木不可雕。英文叫咩啊 ？That wood is unbuildable。點雕啊？小木不可雕啊！結果我係聰明啊，我搞棟篤笑噶嘛，梗係啊，好大 idea 噶。我用英文雕佢，咩英文啊 ？DEAL。We have a deal。今晚我同沉香嘅人，大家有個 deal。嗰條嘅 deal就係咩啊？夾夾再嚟投票，用票嚟雕佢，好唔好啊？大家一人一標，雕嗰個姓雕嘅，同嗰啲姓雕嘅出翻啖氣，得唔得啊？同我一齊講英文啊 ！I have a deal， 大聲啲 ！I have a deal， 你唔好前面同我有雕，啱尾同其他人雕啊！最尾大聲啲 ！I have a deal， 8月1號嚟投票。確保8月1號深州騰飛，福利共享，民主自由，平等安樂，得唔得啊？大家企身嚟拍手，表示你得。I have a， 多謝大家，我哋一直。